各位聽眾，歡迎有人來到檳城好劇的節目。這個禮拜我能夠在對來講幾個故事。這個禮拜講幾個故事特別嘅邊是大粒頭，歡迎大粒頭。哎呀，別記 broadcast shit。Jangan malu, YouTube aku. Ada ni kau ni dia. Jangan takut aku.各位聽眾，這是第一道上 YouTube 嘅人，我未記得 broadcast，大粒頭你都冇跟我講，係嘛？各位聽眾，歡迎有人個再對來聽幾個故事。這禮拜咧，我哋嘅特別嘉賓就是大粒頭，歡迎大粒頭。歡迎。了個有老椒阿龍，歡迎。了人是唔係對 Snapchat 人咧對看到，好屌好。了個有老椒來先歡迎。好不？了個有老椒落雨到底下朋友唔知會出聲啦。嚟個人會出唔會出聲？你搭車位，你可能看你面就啊，阿蕉。我怪咗。了個有老椒藍藍歡迎。Hello， 大家好。藍你到底Penang Road 阿咩咧啊？有啲 First Penang Road 啊，這個。係咪 First Penang Road？你唔知啊？但係 Penang Road 係邊個是 Early Penang Road 係咩啊？我 baru tua Burma Road。哦，到 Burma Road，你啲邊啲壓呀？冇啊，我只有物件。我看到你食咩啦？我食點心。食燒賣，食福建麵。哦，OK， 歡迎。了，安怎冇古堡來過？多 message 看有 problem connect。了 ，OK， 這禮拜幾個阿龍咧？阿龍，這歌嚇，在上下咧歡喜戲，幾個是歡喜戲，攏聽過。定得比ramli 嘅幾個戲是啊，伊個歌，嚇你咪伊歡喜歌，睇到？哦，penghulu。Penghulu. Saya nampak orang minyak. OK 嚟講幾個事啦，知道嚟。仲有幾個事講不？早起啊，講幾個事攏成冇咪比賽呢嚇。係咯。我驚啦阿妹。早會嚇，我咪是去到對迄個 restaurant 咯，我翕互人看嘛。我去站板的位，你看幾個站板的啊？哎呦死！冇人講啊，幾個是咁大，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我被單住，我冇幾個是咩啦先？我有啦，這是我怎講咧？我朋友嘅媽。你會使講啊？嗬？咩事？哦，會使，你唔話啊？會使啊！冇，我是你看，我係朋友媽。伊唔捌去聖地嘅啫。伊是安尼看告訴，伊唔捌去聖地嘅人嘅。伊是
唔捌去國外去聖地，所以有自己伊嘛到阿妹去會單。是伊唔捌，伊無去聖地。伊嘛無去聖地，我朋友嘛唔捌去聖地嘅。所以OK， 伊 story 是點款？伊自己嘛到阿妹妹煮食。嗰時 Apple 啫。煮食嗬，你伊講好伊嘅馬虎那邊伊講靚嘢，有嘢靚嘢。馬虎是家姐那邊家姐那邊伊講靚嘢，伊講一句來了，有物件來了。伊家己講誒嘛？來啊！伊嘛家己講物件來了。哦。Then after that，無久呢嗬。伊去聖地罵人，亂了罵人嗬！伊就會講我腹肚有影疼。Then伊個爸，我朋友伊個朋友爸咧是做銀行戶嘅物件，伊是師傅嚟，所以舉一個碗嘅布來卡，但伊腹肚伊講疼，特別疼。Then 我朋友伊是拜咩銀講啊？有想袂到大伯爺，伊拜大伯爺，伊有穿大伯爺嘅數，所以大伯爺數互伊嚟講，伊講講伊，你莫來啊，你莫過來啊，你莫安尼見啊，伊罵我咯，罵嘈伊啦。錯伊講，伊唔捌去聖地人嗰陣，唔捌去聖地，伊想變成個囡仔去嗰陣就。哦。then 伊講，你莫過來，伊想無變，特別伊講話無毋是伊家己，就係講莫過來，你莫過來，你閃一邊。哦。then 伊個冇蝦你朋友啊？冇蝦你朋友。對啦，伊講這唔是我媽來喎。Then after that，伊爸也是。伊爸也說。咧，伊爸也三個兄叫伊拜，伊會拜，特別伊唔知安怎嗬，我朋友爺咧特別爺嘅數好阿爺互伊呢嗬，伊點啊你兄。你講嘢啦，喺你面見，我就搞你惡嘅。伊 terus terang 伊個點啊你兄。幫你兄嘢。你咪，伊點啊你兄啊？伊講，你咪過來，你咪安尼嘢這面見來，我無事噶，嘢先走。等我朋友姊妹合你見面，你說你唔敢見，一個特別嘢數呢嘛。伊驚數是驚曉。伊驚咧特別嘢嘅數。then 伊講咩特別暗沉沉咯。然後伊水伊配係你水出來咯。我有 video 看啦。有，你看幾哩啊？看幾哩啊？我看是個哩嘅 live 啦 ，because 伊想伊目睭想開大粒去啊。有影驚啊，看到本驚啊！伊講你莫過來，有影一個人安尼，唔是伊家己就想講，伊行路本想卡起淡薄款啊，想有人對伊殺伊行款啊。所以伊特別講，你莫過來，特別莫過來，特別咧伊爸妹，你愛蝦米，伊唔敢答，伊點，then。每一個一句，你愛蝦米物件先，伊就會講伊腹肚疼。你會講，你莫講出來，我是趕你出去呢。then after that，伊樣做物件嗬，趕伊出去呢。伊請是伊嘛，家己講我唔知蝦米事本咯。我就伊講呢，伊講伊起來是伊講，我就有一個物件來幫我呢，嗬，伊講我。家己阿邊拎嘅嗬，你阿邊我唔知啊。多粒頭。100個零。多粒頭咪你咪是你就有別人
看个人有捌红光镜人啦，你捌看过什个人来吹你红光镜嘅時候，是有什個感覺就講入幾是個來吹，還是別項物件冇來？就講未接龜 OK，我去問講經，普通嘅樹梅，做工嘅樹梅，家庭嘅樹梅，看病本有梅，接龜有梅，然後 medical problem 有梅，I mean 巴黎 medical problem。你睇成個去啱嘅時候，成個講樣。有入鬼嘅時，你有看過啥無像裝嘅？你安怎再講有個人是入鬼，有個人是上個伊未必人無好事啊，可能你安怎會知咧？一項就是看，就是蝦米鬼咯。嗰是有患那嘅 spirit 嘅人行捌油咯。哦。然後過一項你嘅 test 就是你用white pepper。白胡椒規粒嘅。哦，無假嘅，唔是胡椒粉啊。然後你下條伊嘅啫喱，迄個 between 伊啫喱甲伊尖角。哦，你講可以壓掉伊嘅尖角甲啲白。所以你尖角甲你嘅啫喱去哦。但係上加一個 which way，你上加你白。你射進去啦。哦。你 rock climbing 嘅時，你 rock climbing 嘅時，你用你嘅尖角 to grip 嘅嘛。So that is a sort of something that 你wedge right. So 你下你胡椒落去，然後掟落去。哦，了，未聽啊？會聽啦。哦，了。係你鬼在度講啦。你那是無鬼，我咪聽，嘛是講，我咪講。你問掟加鬼你就去啦。你 just 掟淡薄啦，我去嘛古早小人嘅時，伊舉迄個物件去 interrogate 咯。哦。所以如果伊咪聽你嘅時，亂你嘅時，無聽你嘅時，你該掟。好啦 ，because 我會記嘅時，我啲單位每人講嘅時，我去嘛 just 隨條看，有時 just try to busybody 嘅每樣物件倒落來 and all these things 嘛，假設啲物件咪講咪叫白胡椒嚟掟咯。哦。你一粒嘅白胡椒係一粒嘅。然後伊人入到物件，伊人行路嘅時，伊嘅腳咧，人普通嘅人行路，人嘅 leg flat on the ground 嘅。所以假使人入鬼嘅，伊嘅腳咧就是翹起來，上個路前 high heel 上嚟。哦，你真嘅。特別你無前 high heel 啦，伊行路真嘅。伊成個跌多呢條。伊行我上個一個上個有 steps 啊。有個 step 哦，伊 elevation 無相嘅去哦。迄個物件你行，哇！迄個 step 一跳起嘅，伊無相個人 normal 落起，無會跳嘅。我冇聽過，所以你 instead of 安尼一步嘅落起去一陣咧，有時兩步咧嘟嘅跳嘅然後。起樓。no，卡伊都行，我了誒就起來。合起啊！無相個人上個有。人一步一步，佢 elevation 無相，咱腳落起。但是阿媽講嘅迄個物件咧，就是我常起來，掠甲了去互大白去殺到。然後你較濟，我較濟成講你掠條鬼啊，成阿媽講要拜你大白爺嘛，你嚟先講嘅。然後伊掠去後，你安怎掠去教？你特別成啊？OK， 這個上嘅讀我先說一下啦。人roughly 知道一個啱嘅。我古早我去買啱嘅時，伊人無大爺，唔是大爺伯 is just 伊個 captain 嘅啦。大叔嘅。伊個 captain 嘅，伊有 ranking 嘅嘛。骨頭白邊 is just 上個伊個 normal 嘅兵。然後大爺大伯甲二伯都是上個伊個 captain of the guards。大伯是唔是大伯講 ？No， 冇上嘅啊。大伯甲二伯。大伯也二伯也大伯。大伯也二，我 I call them as 大伯二伯啦。So 大
大伯二伯都是像个伊 lieutenant 真诶，了伊诶 judge 都是伊几点第几点诶 judge 咯。所以我诶去买 temple 伊人有 altar to pray 伊诶 judge， 毋是大伯二伯。你知我讲咩啊？所以我人诶 altar 有第三殿甲第五殿，I think 第七殿，即袂记啊，对唔会去嘛。So before 伊人有即个 altar 诶时咧，伊人掠鬼诶时，就是掠个真正 interesting 就对啊啦。了有真正有一道诶时，真正有一个 case 真正写来，即个人诶 person 物件我咪讲啦。特别掠个真正所以伊诶翁公入一个翁公入，伊诶翁公直换，了去甲跪埋伊人9點或10點啊，頂伊人掠甲去8點早起。我問你掠咗棒，你掠啲物件？假是我 temple 掠咧，就是迄物件，古早無 before 有伊 altar 嘅時啦。迄個物件咧，就是無歹嘅咧，I think 棒，歹嘅咧，就是去了。對，按照destroy 就是 destroy 的面是未個在讓無機會。我伊 destroy completely destroy。That means 伊上啊，人過時呢，伊數啊，所以掠你數你貴你數，下路 destroy，下路無落嘅。That means 伊未個在出事做人過啦。未出事，後尾個了未了。So 特別當今咧，當今 because 人去有迄個 altar 了，所以假是人有安尼 case，just 人講 just 只係掠 immediately 去迄個 altar 放到啲 altar 你都未做不行呀。放咗 altar，伊個 judge already 燒起啊，immediately 落地嘅啊。所以成日只 express 好像嘢報道啦，嘢報道啦，成日頭拍落地嘅。John 啊，你係 YouTube problem 無？嚇有咩？係咪數？有別人啲聽到無？唔知咧。Because 我 YouTube 啲 circle 大。唔知喎，是有喎 ，internet 有喎。แล้วOK， 等我看，我要叫這部分嚟。所以掠了 immediately 放咯。你看安怎啦？有搭咧就是有搭咧 is just 愛找物件食，啊無小零愛衫 ，those are minor 嘅物件。了有搭咧就是歹就是燒了咯。所以 depends 咯。了有搭咧 special case 啦。個即個我知啦，特別即個唔是鬼啦，係 just 人過身。有搭咧就是 depending on case 啊，有搭咧唔是鬼 ，actually is maybe 食到大肚公啊，下面物件。So it depends 啊。阿蕉教未？阿蕉，阿龍 ，lesson。你 YouTube 出點啊？佢正氣咯，佢驚呢。佢講正炸 key 啊，冇咩抹。哇抹嘛正，佢就學哪個啊？我炸 key 未講幾個數嘅咩？叮當啦，幾個數嗰陣是炸 key 講嘅嘛？你驚數人，驚數日本人冇咧抹過。切喲 ！Oh shit！Oh my god！我若殺掉我嘅卡有下摸動，我想是阿仔看你冇幫。我假如講就冇物件咯，就都冇。喂，好啊！我覺得看到伊唔係有叮當嘅。係啦，你都冇相信，我特乜假如講啊，你都冇相信。呀，諗埋好啊啦，呀。唔呀。如果你特乜啲物件，你嘅麥克風自己殺起嚟。真係都驚咪鬼。唔呀。我看到我個人講，你但係冇 feeling 嘅嘛，等於學到 feeling 嘢咯。
特擺我你無講話講做戲嘅人啊，就用食到這物件嘅。哦，哈對，就是你講話。你人變鬼變怪嘅人啊，就用食到這物件嘅。哈哈，咩事？咩事啊？因為伊擼就是講，普京就人喊嘅嚇對話。哦，外交，哦，該會咗咯，啲所謂車喊，你啲邊個本聽係對啊？嚇了。我因為人變鬼變怪嘛，就講人有講一無相關嘅叫咗，講一無相嘅 character 啊，所以你鬼伊就會亂嘅咯，伊頭會亂嘅 confuse，講錄到嗰時係咩物件，所以伊就走出嚟找路咯。哦，我是有啦，殺掉冇成個起掉啊！講佢啲變整位啊，我朋友講佢啲變整位啦，咩卡咧定綁4號嘅。咩卡？隔離隻就貴，你少落幾卡跌嘅話咧嚇，你落幾卡跌嘅話咧嗬，伊貴啲變成卡嘛，伊變成卡伊數咧數起咧，快啲有落幾卡，就係有人嘛，伊咪調啲件嘢路咯，所以咪有可能有貴跌咯。但是講伊佢哋快啲，伊佢就自己卡嘅，所以這是人嘅時候咪物件啦。所以安尼我無貴，我名稱卡會貴無起來，因為我特別困嘅時候。somehow 啊，我卡一支叫起來呢就，了後我昂咧特別，伊就是講 Where are you? Where's your leg? Why do you have no leg? 特別因為是一串啲卡過來，當我是全部嘅卡，特別講 Where's your leg? 嗰時你腳嚟咯，綁咬嚟咯，你卡夾一扎起來。我是handul綁咬。handul綁咬。你會記得細漢唱咧歌綁咬哦綁咬 mengapa engkau kurus macam mana saya tak kurus 你冇聽過咩 Mana tak kurus hari-hari makan no? 都冇聽過咩阿龍我冇聽過啊你冇聽過有大粒頭我冇聽過啊安怎唱啊就其實我哋記了路對 Mengapa engkau kurus macam mana saya tak kurus ikan sudah timbul asami แล้วikan ikan oh ikan mengapa tidak timbul macam mana saya nak timbul kami something ke something 嘅然後唱咗結果冇成冇成嘅喎哎呦攞少年記啊嘢唔跳過安怎冇哎呦哇當見我電哦嗰個就冇對去電到時我 computer 電頭歹嘅時候我當到我隻電頭了貴 computer shut down 去嗰個就等冇哦怎麼錄掉啫啊了 OK 阿龍你講你講困嘅時冇做鬼做怪嘅所以人做戲嘅戲條係隻咪做戲嘅戲條係當上有嘅咯，就是咯。因鬼就是個看無相款嘅物件嘛，你看到你一個人哇，佢會整邊後邊啊，成下做呢啊，一路走出嚟。我唔就講，即人講綁緊嘅事啊，你困啊，半暝三更4點幾啊，就是講講南西講嘛，4點幾車話你可。就是有鬼啊！哎呀，吹！但是你話咁困啊，4點幾可能佢擺起來啊，就是講有鬼掉路了。哦，4點幾啊？4點幾？要把刀車咯，唔怕關點聲。係啊，自殺阿龍啊，我未攞葉狗講4點幾，免得有鬼啊！有啊，應該是有了嘅，半暝三更我當時講好背嘢啊。狗我知，你講我狗嗬，即係攞支對4點幾步喎。嚇！有但是唔是鬼啊，有但是都是有賊啊。冇啊，我看 camera 冇喎。啊，但咩事咯？我就覺得頂到我個大硬幣2點個4點嘅嘛。我假如講我有一個 experience 啊，並唔是鬼嘅啦。我對戲嘅時，點寫2015嘅時，我對嘅時，我到啲我 in-laws 嘅厝，所以。阿妹快叻啦，所以長一，然後我聽到狗啲背啊，我say然後我冇走住我 bathroom 門話，你聽到冇？我講不要緊 so 唔知 what it is so 免插時啦，去困啦，佢因為就去嘅時 it turns out that 後尾厝。後尾落，後尾厝就警察。有時，真係冇去看。
所以有當時唔是有鬼，有當時就入賊。對。แล้ว做戲，你講起做戲，你做戲食條鬼啊？你講鬼是個變係咩意思咧？阿龍，我冇明白講鬼是個安怎 attract 到你變不像啊？你一個人想講做茶寶啊？哈哈哈！變怪嘛。所以安尼款嘅人啦，我 of course 我唔是講咱人身邊有朋友做茶寶嘅拄着鬼啦，特別安尼款人較容易着垃圾物件，所以做戲嘅人，咪即你做嘅物件，佢唔是做人啊，有當時，咱裝出來，佢唔是正常人、平常人安尼款喎，你裝出來講是怪呢，雞毛嘅，佢雞毛嘅啦，穿嘅衫褲是正插白嘅啦，就係講無相關嘅白燈啊。maybe 佢只人佢去啲鬼嘅去注意到，你平常時人嘅冇你去注意到，แล้ว對，因為你變到是正 outstanding 嘅咗，正插白嗰個，所以鬼嘅就你鬼嘅走嚟隨路講，你搞揾嘅想嘅，有啲古人，我感覺講我房間唔知少少垃圾物件啦，我有一名，當機咩韓國嘅，我有一名困啊，唔知是做房啊，嗰時我請起來啊，學鬼地嗰時我唔知咩事啦，我看到我黑色嘅，係你 winter clothes 啊，冷天嘅衫、花衫，鋪啲司令嘅。喲，對唔對嘅路？好笑。我唔知鋪啲司令，係咧，我早起請起來是看到佢早上是掉喺我嘅面前隔壁ตู้頂管嘅度，係咧我唔知是忘掉啊，嗰時我有影正佢目睭看到。一衫鋪啲天頂面，你冇插啊？你愛群 BB 你都冇插嘅。我從來都冇插嘅，我從來看到一面嘅就今日做嗰隻盤嘅。阿龍，你叮當會只隻故事冇講嘅故事未使講過 still。講過嘢嘛？我講過嘢，你聽下，唔記得講出嚟嘢咯。你教我講啦，你冇夾邊啲學嘅人講。咩？到住你，誒，使講？你使講啊咩？有啲啊，本講冇講半。冇到抓啦，飛條。我求你講佢到住你講數字未使講嘅。你有知道是你甲我講過，是講你朋友來講看到有朋友嘅囡仔講有 monster， 係你講過啊啦。啊。แล้ว特別你家己事情甲我家己講嘅呢，就是講 after that 南西有倒開手，你看到你嘅房間嘅物件，แล้ว是個唔知你是吧？你個水處互人嘅啥物嘅？我隨何意，特別伊嘅房間都無講有蝦米事咗。問題是，佢哋講有 monster 行去行落，迄 monster 是佢行出自己嘅行啦。我隨住佢嘅房間咧，伊講有 monster 一先看到，之前房間內面有嘅，特別後尾有看到廳內面有，啊個後尾看到我房間有咗。所以我隨嘅房間所變做。無安尼要緊嘢咋，比如是我家己大房間，南西看到真detail 嘅物件啊。你講，你看到你嘅，我真係成，唔是南西嘅，我另外一個朋友嚟嘅，我三個朋友，對，南西是其中一個，佢另外一個是北京嘅朋友嚟嘛，我大啲 KL 嘅，咧佢另外一個是 KL 嘅人啊，咁三個朋友相時看到我厝內邊嘅物件，特別有三個是五百對方嘅啫。我記得我一條咧，你講你冇講到咧，你冇講到，你講就係條就，即係你叫你咪講嘛，是咪 something 嘅哦？你我講佢咪講咩？我安尼後年你人再講咪講奇怪。冇唔是你講咪講，你嘅朋友叫你咪講。啊，特別同佢習慣意思，我都嚟韓國嘅啊，講啦。你破嘅啊，你假嘅啊，你唔嘅？未破過，我未破過啊。我未破，估計係咪有未破過咯？估計係咪計兩個禮拜計破？日本啊？哦，我去日本佚佗嘛，過兩個禮拜啊都。咪就等陣 episode 啦，啊，就是講有嘢啦，那時候有嘢就衰啦，我去未成嘅話啦，發生係咪事故啦，公司有事啦，嗰時人無好時嘅陣，走我未去話咧，安尼款就慘了。別見咱都可以講掉啊！我邊咧學緊 on。你我冇講啊！我唔走去，我同你講。我那時候你去韓國嘅時候，你命已經換去啊！啊，有可能咯，有可能。我感覺到咯，我感覺到。特別要緊，咱這裡使講，你這是兩禮拜後嘅嘛？啊！你咪別說放棄啊！哦，我哋是邊咧學見到下條路，咱 time travel。time travel 而家咱就當作已經發生起啦，講嘢啊！對，伊都咪是咩咯？哎呦，我終於知道日本嘅味喎！你到底日本呀？
冇你就日本對嚟啊，咯，還是？你即係日本米啊，當然。佢裏面。阿韓車咧喎，阿韓車咧喎。阿韓車啦。係啊。阿韓講完了呢。11點。係咪11點？11點啦，我對厝嗎？I see。下掉伊唔是到 Australia， 伊到啲變阿吉隆坡。係咧，就會講阿龍，我當講，下次是阿龍講，一定到別使講出來個數，教我人當劍講，亦使講啊，嚟。伊樣是有一條沙里裏邊咧，這個講是地形咧，伊不是地派款呢個，因為伊唔是朋友誒，伊是我朋友叫我講你嚟 KL 啊，無在食飯嘛？你去我厝食啦，我係厝一家兩三個人白白大嘅四房間，然後兩三個睡一間厝嘅，然後再個租借誒，你白白來食，我嘛去哦，啊呢一真正大 at 嘅人，真超款嘅人嚟咗，呢種真正專嘅，呢種真 stuck up 嘅人嚟咗，大波是查甫誒，查甫嚟啊，查甫，呢是真正。歹死啊！伊只大 at 就是講有一個形啊，你看你真攞伊嘅，只講伊咁講話變攞嘅咋，冇甲變知，特別伊唔是歹人咋，伊唔是講無好嘅人咋，伊 just 伊變啊呢，BG resting face 阿莫叫，BG 伊是只 BG 嘅 face 咋，你真歹死嘅講啦，阿莫叫 BG resting face 都伊變啊，就是講無做行嘅，就是你講就半樣，你講。伊講係做我大嘅所在是咩出嚟？我你大嘅所在是講佢出嚟咗。伊 describe，你講啲山位嘛，是唔是？佢擺喺厝嘅嘛就，你去厝嘅路樓開。你唔捌到佢嘢啦？你唔捌到佢？我唔係到佢。你講佢出嚟咗。你講伊本是想咗，伊講厝裏邊有一個查某囡仔咗。有一個查某囡仔，伊講伊查某囡仔，伊講我真清楚咯。伊講你查某囡仔就日本兵睇死嘅。哎呦，是迄邊嘅人啊，特別講伊個唔是唐人嚟咗。迄一句都冇甲我講過，我冇聽過迄一句。伊講伊是用日本兵睇死咗。伊講吼，伊當今啦，伊看目睭啦，伊看到嗰啲查某喺邊嘅咗。迄個查某伊會講係出嚟我聽。少年啊？Of course 啦，正是假啦，唔知啦。伊講係出講伊頭殼啊。有學到站落嚟啦，伊俾佢頭毛捋了有血就一邊哇，真是有1/3冇去啊！你看射佢頭射去啊！就因為伊學日本兵睇死嘅，所以當今咧我都是隨便做伊嘅身軀嘅，因為伊是迄個點先啊啲，等咗冇啱，背起嗰邊夾嘅山頂啦，有隻一人條睇啦，四山掂嘅，四山大嘅，所以伊。我帶啲 sound effects 唔掉，你掉啲嘢，我同你講，你特登本是掉啲嘢。我咩賺嘢？你真係做戲咯，你真避鬼避怪款，嗬，特登嘟到鬼我同你講。我冇掉啲嘢，我冇掉啲嘢。係啦，你講嗬，日本那邊，係咯，都好，我係記講講起入面度，伊講起講，你嘅厝算是有後面物件啊，有一對紅毛大鬼，迄一對紅毛是日本拿來。係咯，我係迄個 management maintenance 人咧，就講話有影咧厝古早是有一對日本仔紅毛大過嘅，因無愛講話，只掂嘅，真正有禮數，但係無講話，真正掂嘅兩個人咧。咁你查某記得一落來大喺間厝裏邊真久咧，特別伊唔是干那大啲內邊嘅，就要行出行入咧。查某囡仔貴啊，你是講？查某囡仔貴，就查某囡仔貴。所以你冇，你是唔是妹？是妹嘅啫，我厝是妹嘅，你講，有只一人行出行入嘅。哈！尤其是迄個蝦米物件？伊講我只讀一隻物件，就是我會相信啲事嘅。有影有一隻物件可以講了發生嘅咋，就是講我家己親身嘅經驗對嘅物件，講可以講對了發生啦。伊講你有愛出外鋪啊，去倒落位啊，巴豆啊出微整啊，交代者，咁可以再講你冇點處，有最愛去你厝大講一可以交代一聲啫。係咯，即係呢物件嗬，我記得我一個北京嘅朋友咧嗬。因為唔捌嘅嘛，所以我當時對面咧，伊會講物件就，啊咯有一名，迄隻叫北京嘅朋友啊，由我拍電話甲我上班，伊上班來講吼，文姐，我感覺條你厝裏邊有查某囡仔無免歡喜咗，伊講歡喜咗，我就是無免歡喜啦，你厝有人來大啫，我講哈。有，因為我做迄個
couchsurfing 嗰度。你講你厝是唔是有別人嚟住啊？冇嚟過嘅。你對拍電話，伊每感覺到呀，你北京。感覺到。OK。了，你。但我唔明你就對你嚇，只條米本，我唔明你只條米是我唔明你，伊是我唔明白你，他是聽講伊冇甲面子嘅大波嘅朋友，是你安怎對到伊咧？你是去下邊是安怎講起佢？我朋友嘅朋友啊，我朋友除我講阿冇你嚟 KL 咧，你去我住日本，我 housemate 就個住家嘅。哦，即係呐。對，係啦，伊 house 其實係一個看到貴嘅大波。Oh my god！我覺得看到物件。係咯，我朋友講嚇，佢就北京朋友講嚇，伊就冇咩歡喜咗。是唔是有人咧住大英物嘅？係換人咗。我講嚇，我住我可能大一房間嘛，係正客房，佢都係冇人之嚟大個。我可能種 couchsurfing 啦，我可能係大啦。我 just 個做一啲嘢嗰啲咩？呢樣大個嗬，是唔是滾滾呢？哦嚇，是。呢個係唔是一個嘛，內地人嘛，你講係做到。你講係內地人嘛，唔是一個人嘛？講嚇，一個大波滾滾呢，是唔是？你講係就講嚇，對咯。啊，你白頭人嚟話啦，你地好搞大隻咯。所以有內人講咪有上嘢咯。哦，所以有內人唔捌咧。唔捌咧，咁當然我平常一個看到幾個大波，一個看到幾個北京嘅人，人講嘅話上咧咯。你講你出門整啊，唔是出門，你去外鋪啦，離開你厝幾廿節呢種啊，你搞大隻，啊咧有人嚟你厝大啊，唔捌嘅啊，搞大隻。就是講出門時就講，哎呀，見咩人咗嚟我厝大，我當三節啊，講搞大隻就好啦就。佢一到去我就有名有搞大咯。我冇交代物件，講一查冇見得冇咩歡喜咯。哦，有唔捌嘅人就嚟一驚咯。了，阿龍，你記得捌講過，你到底你房間位有一個仔頭皮，到底你講的是伊啊啦？冇啊，到你見得頭皮你講嘅。唔是囡仔，你講你講白咗你房名稱，你房間一隻是個到底你房間裏面有個一個細細嘅房間講呢？最細嘅房間。嚇！我是感覺有一個人去俾佢畫畫。嚇！好。唔知是真是假嘅啦。後來我講有一個事咧，是我無講，特別我係一個香港嘅朋友嚟我厝大，啊，伊嚟走馬拉松嘅，伊走馬拉松咧，伊暗暝就是佢哋一間房間間裏面咋，我嘅房間裏面唔是我睡住佢嘅，我睡住佢嘅房間咧是另外一間，我自己房間嘅佢自己房間間有一條面牆，係咯，伊講伊買一人困啦，伊是查某，特別我就識嘅，伊買一人困，係咯。免教我困，而且我房間裏面有另外一間房間間嘛，嗰度有一條面嘅，所以我係對困，你佢走去困仔啦，伊講嗬，伊困時伊房就有一個查某囡仔自己邊喺看睇嘅，所以我十分鐘相信講啊，紅影我房間裏面是有一個查某囡仔喺邊嘅，咁接落嚟就是佢叫唔捌我嘅人啊，佢叫打波啦，伊講嘅物件嗬是我有影就係莫觀察嘅，就是，伊講你房間裏面是唔是有一條即係 A 所在？嗰下是，你房間間啦，有隻尺，我啲表一張隻尺，將 A 一條，三個六個件，特別將 A 所在真奇怪，我未好講啦。伊 actually 是一個路廊件嚟嘅，成個是個 corridor ਹਨ，我房間嘅 design 是真奇怪嘅，有一條路廊件喺我房間裏邊咯，係咯，有尺。你講啊，你去邊有一個多定件嘅，掉落去我真係一個多定件，多定件，你有多定件？嗱，多定件對面有尺，佢就嚟啦就。多定件對面有尺，伊講，你嘅迄一條你講啊，點解到我第時就出個半？哦，迄隻係出個半嚟。伊甲我講嗬，你若是出門啦，你對佢啦，你甲查某囡仔講者，你叫伊頭邊啲迄個角頭嘅，頭邊啲你就隻尺位，係咪啊？伊唔係代志，伊較細漢嘛，所以伊特登你出個半本學鬼無理嘅講。哦，所以講你叫伊頭邊啲邊架，你是 protect 伊啦，你叫伊掛頭嘅鬼啊，嗬，未走，未入嚟插亂，伊應該出去叫嘛。因為你處事
梅口啦，成一九幾個啦。我從小時一個羅比現在講。哦。所以講你叫伊頭尾一個角頭，伊無人看會到嘅，無鬼看會到嘅。伊講你講，你叫伊頭尾啲一隻物件，伊個講咪就是蝦米物件啦。伊講我總之我看到你厝一個多電鏡啊，多電鏡頂蓋有斜嘅，啊，斜頂面有一隻紅公仔，你擺紅公仔嘅啊，我想袂起係咪紅公仔咗？我想袂起咗，一陣成啊！我袂記係紅公仔出嚟嘅，紅公仔對我嚟講紅公仔。我當然未看到啊，當然冇紅公仔喎。我而家出嚟成啦，因為我頭先亂嘅數嘛。OK， 頭先真亂嘅數。即係咧，有咧是阿龍甲我講過，是講我冇個龍，冇起來正講條。所以我後尾安尼攰咗看唔到，伊小頭我跟落啊！係咯，伊講我，你嘅房間裏面。有一個多電鏡，對面有斜頂管有一隻紅公仔，呢隻紅公仔咧，伊個講袂出是蝦米物件啊？因為伊唔捌看過迄隻紅公仔，我未學講迄隻紅公仔，我今日甲你講，啲紅公仔是有較重嘅色，然後有白色，然後成個牛嘅那款嘅物件嚟嘅。哇！伊係講我係冇觀察到，因為啊，白話嘅人、色話嘅人，佢就講我世界幾哪種嘅 animal 啊，黔少裏邊啊有幾哪種。有一種是真濟人會 associate 我甲迄一個 animal 嘅，我有佇檳城北做過一個 festival 是 dedicated 互迄個 animal 嘅咯。係咯，真濟白話人本在我屬甲一個 animal 嘅咯。係咯，一個 animal 咧是外口你買袂到嘅咯。誒個真係少人捌伊嘅是 Malayan 嘅 animal 嚟。哦，即係隻蝦誒。達標。少隻蝦少。我唔是隻蝦咧，是 anteater 咧，是 Australia 嘅。搭貝是隻馬來西亞人嘅基本未記，唔知為啲物件誒。係咯。嗰時啦 almost extinct 嘅嘛。搭標嘅。我斜對面有一隻即係物件係有度。伊講未出世啲物件度，伊唔捌話，伊無理由就講我自家搭標嘛。咁伊講就講呢隻物件是有淡嘅色，或者佢種個白色嘅生古嘅嗰啲物件係。我啲人講我係冇觀察喎。你哋別到講我。伊連我房間裏面安尼捌嘅所在，放到一隻迄物件，伊本來叫我嚟家己主人啦，我家己都想袂起嘅物件咯。哦，你係講到一個，伊 describe 你嘅時係講就是風險小掉啦。你安怎袂起伊咧？你是伊安怎會識甲你講啦？係咪？我冇袂起伊，伊就是一輩咧看到我看咧，伊知咧就。一直有講嗰度，一直有看就講，伊係準啊！賣哦！我頭殼，我頭殼有隻啊！我就叫佢背掂到呢邊嘅。係咯，接落嚟咧嗬，講你叫你查某鬼頭邊啲迄隻物件嚟嘅。迄隻物件咧，真係人唔捌是蝦米物件咯，所以無人去查落去。哦，伊故是真普通一隻物件嘛，我你叫伊頭邊啲嚟邊對。係啦，你學俾同學阿毛同我知啊，所以我咪使啲阿毛同我知啊，掉咯，查我記。係講就是你去外國啦，我講到我哋咁時候講，我未去韓國咗，我未去有一個 business trip 嘛，只講16年。係啊，你講下，你出門前我唔使講你係坐飛機未坐飛機啦。佢坐飛機嘅咩？你教大隻咯，看伊接落嚟安怎咯？伊對你去又是又好，又無對你去又好。你教大隻，你講你出門有一個禮拜無佇厝，無佇馬來西亞，然後希望你家己會平安，然後希望伊會乖乖地住。我去嘅當時是8月幾啊，所以應該是都好似7月半嘅。我去韓國嘅當時啊，都就是你當時啊，你教大隻，你叫伊頭邊，係你叫我咁樣就，你講你嘅阿毛糖係啲你嘅房間裏面。你係啲你阿公嗌，你俾咩冇痛？你俾咩冇痛？啥隻我俾地板機啊冇痛。你咁少啊？我就咁少，我俾咧，我自己冇啥隻阿毛嘅啦，我冇隻啊，我俾地板機佢爆喺係點啊？你係到啲講咧，我咪嚇緊咯。到啲講嘅，講係到啲碗嘅時陣，真係係啲碗，我係啲碗，我連啲碗半日嚟整啊。哦，得我看。我等陣，你安怎甲伊講話？伊安怎甲你講話？你安怎 communicate？安怎 communicate 咪喺講話咯？就咱甲人講話。係啊，我啲阿毛整啊，係啲到等於嚟。你安怎會印啊？我講，伊無印話啦，伊印話就笑嘅我嚟講。所以愛紅毛糖愛係啲多咯，愛係啲多咯。
我真正係你到底嘅仔，你可以再講出嚟，邊有阿莫聽嘅仔，知係嘛？成個行，你講交代是講你俾交代哦。你咪成日講，貴，我等你咁講完咧。你實在講出聲嚟啊就，哎呀，我俾出破30節啊！你看，哎呀，馬仔哈，就嚟大，佢講出嚟，你咪成日講 directed。我講啊，我有時俾我講話，你唔是講無類咯，因為我是講無類嘛，我是。係有時我就翹嘛，你無類話，你上下講咯，你是去理者咯，去親者咯，講佢無類咯，就講，哎呀慘啊啦，佢就大一佢被少理啦，佢被開8個啦，唉，嗱，你啱講啦，我可能依嘢幫助你會幫助到你講，同樣你計8個10個出嚟，人情你類嘅程度啊，咁總之你有無歡喜嘅物件。你所有的當頭先嘅嘢，你咪叫伊，你講出嚟。你就講解講師，即係告訴 share 出嚟去聽。咁有可能伊個當頭先，你會同我講嘅。但講對你好嘅話啦，你本對伊好咯。對啊，你咪去插落伊。本啲老實講，有時叫我開活徑嘅啫，伊叫我開14點鐘開活徑就講，特別我雖然講，我唔是講正相信嗰啲人講啊。甚拜講耶穌本好啦，我家己甲人講，我是基督教嘅，我是 Christian， 特別我本唔是講真係誠心嘅種就，我同佢講，我教對我嚟講冇真係大影響嘅啫，所以我唔係講點解出嚟邊做個啥啥 religious 我冇問嘅，我有當時去教堂，有當時我去人去暗水，我陪自己翕相影本，我是真係 open 嘅，我講我唔係做緊我厝上啊人講經嘅，你開14點鐘開咗佢啲聲小咗，你講嗬。你講開咧嗬，伊聽久咧，伊冇戲嘅，我俾佢表講，你就跳島，慢慢跳島去。咯，特別我講啊，特別就是講伊好好啲位位啦，我日日逼伊走，伊會起哄哦。對我咧，就我話你講出嚟 solution 就是講，伊冇做人路嘛，伊佢冇好路，冇病冇聽，冇下面冇水，而家都冇嗰咗。咯，你逼伊走，有可能伊會燒起來啊。要人伊會做係事咯，要反話就好啊。講啊冇我咪做半行啦。你咪去換伊個 situation。白大啲上次你處理嘅卡啦，咪去做輪椅啦。伊咪做輪話，我本可以大啲俾，因為冇影響到我嘛。阿龍啊，我就學你咯，你未驚咩？我未驚啊！你 imagine 我到啲邊個邊隻人幫埋曬嘅1、2點啦，我佢行去後背被冚開咧行出嚟啦。特別邊個邊冇上喎，你出嚟你已經熱理我同你講。你特別你出嚟你已經聽過人哋一人個你講你出嚟咪有一個幾件，有一頭破淡薄嘅，你未想講阿妹困嘅時候，我想到然後你自己 imagine 講，伊就是入邊人在困人轉，你未你講煩惱咩？我未咯，完全冇咗。你不是好咯就，但是我嚟我驚。我驚是因為有一道咯，我驚是因為我俾阿無通過後嘅邏輯咗，我驚迄一道咯。我俾阿無通我對住阿無通可能真係咗。講句嚟，我對個住阿無通可能真係咗。阿無通可能真係咗。rapper 咧？伊 rapper 是跌到頂個頭殼咯。我都同佢哋知啊，然後你 rapper 跌到頂個頭殼。我冇跳過，你話每一個是唔是鬧交嘛？係啊，我每一個是唔是鬧交？我都冇佢同啊，你鬧交都好叻，我唔知啦，鬧交有可能有佢 rapper 嘛？你鬧交有佢 rapper？有，特別我都冇佢同啊喎，我冇佢同啊，你鬧交都得出嚟咧。等陣再嚟頭。有真係一個 possibility 嘅 ，but 我聽阿龍你講，你驚你 the procedure that 你驚 is a very wise procedure because 假使你帶一隊你去韓國，there is a different story 了。But 有真有 it possible 老高 or it possible 人 ，also sometimes it possible 就是正嘅咯。貴啦，特別呢度講貴啊嘛，即係你阿木桶是你人教你講，你朋友教你講係阿木桶係隻貴嘅點。對，係咧，佢哋點聲咧都好咗，佢哋點聲咧我已經水房經住嘅，所以水我房經人是大啲位處咧，特別佢一幾廿日啦，有時啲醫保就有補啲病人㗎。係咧，我都冇咁講過，因為啲無隻條我冇做過行嘛，平平我買去下條人啦，伊冇做過行面嘅，伊冇講。
我咪成日走出嚟冇嘛，我見下我哋最初嘅人屈火，一般冇拄着本，人教本一般一般冇拄着，都我當然行態度即係冇呢樣說下嘅時候嚟，你見都冇道理，特別係就見話，特別就但是會曉嘅咧，都會做好事咧，都是帶出嚟去海員間嘅啦。嚇？可以過 rebirth 啊 ，reincarnate。即係換嘅時，就是講入邊係 rebirth 啦，好勁你幫集是真正嘅活勁，係啦，我講學 rebirth 掉，人係意思，人係 intention 是好嘅，等於你必然嘅就係 message 咧，一上我都俾走你一件啦，上都俾把啊，嗱掉個件啦，冇咩小物件。啊，一下真地先好啊，大人講嚟講道理咋，件啦攞呢幾講道理。誒，要咁你講下幾歲哦？伊應該是講6歲嘅人嘅，揸細漢嘅。哦，如果是6歲嘅，就是一到阿毛通就揸去啦，厝裏邊個無人，人都無開咗。伊講厝裏邊有人本好啦。你衰厝嘅人啊，伊無可能安尼無解嘛，只啦阿毛通點到頂位嘛，因為有人是查某前期上住家啦跳厝嘅人嚟咗，所以無可能做嗰啲無解人會嘛。有可能啊，有可能是伊不好你所以等我起航咯，等我起航，伊一名我是驚咯。對，你講下。你哋早起我起航嘛，我講話買物件互你食咧，你都問安尼無大無細，有變有細啊，食咧好好食，問試煞店。係咯，問招朋友轉來食，你家己食就好了。哦，我講了，我去做工嘛，轉來幾後，迄到幾後咧就完全無一個。哦，係咯，講人講就是你真係掉嘅物件啦，就是因講起了，我無想起嘅就，到發生了，我甲想到嘅就。你講你今年裏邊咧會拄到浪車，會拄到 accident。係一間啊，係你唔個名字嘅你講啊？我嘅名字我講嘅，我嘅名字我講，你拄到 accident，當你今年裏邊就拄到 accident，係啦講嗬，係啦，我係人嘅人裝，我就講你講啦，伊就是講咩就，我是46歲死嘅，哦，就是伊講嘅，哦，我講你就講你重件事按咗半好啦，你唔未死嘅，而且你是46歲開始嘅，哦，係啦，你講我你死嘅就貴後，係你就冇記得個記錄佢做慣佬個，對，你同我講下。你講，你就我見到一對你見到佢做，特別係啦，看到你試咧過後咧，你看未到醫療，一接落嚟告訴你都唔使咧。哦，特別伊唔是講過，你個啊，你我記somebody講，伊應該未使咁講啦，你唔記？就我是南西咯。哦，南西，講北京朋友講，你上個我唔知做咩嘢啦。我是看到相關嘅名人，特別你講就是我北京朋友，以後我 encourage 你來講，特別你學我同你講一件，我做啦安尼一年啊，我看到安尼一朋友啊，時話啦，命是會假嘅，看你安怎去假伊，你咪一世人做咗，大人做嘅物件，講你係變，大變又好，細變又好，你都要變。伊甲我講簽名嘅故事咯，伊講大人啊，咱是人活落來啦，咱是很到大漢啦，簽名你變咗度，你簽名就係變啊，所以人嘅生活就表示講咩就，伊是一個A to Z 嘅，A to Z 嘅故事啦，你人嘅生活變了，人嘅 lifestyle 變了，人對對人無相了，人去無相公司了，人睇到呢個無相了，了，人嘅簽名就會變嘅。你經驗咪咪就無相嘛，所以你當見你愛做物件咧嗬，你反而啦，你到頭邊你去反而，人是有無相嘅經驗了，簽名係變嘛，你去改咗簽名，你改咗簽名咧嗬，你告訴就變咗嘛，你改咗簽名，你無做半行啦，你10年過後，你看到呢個簽名啊，無相嘅，無相嘅，特別伊無相是因為你接落來10年你做過嘅物件嘛。所以當今咧嗬，你知道當 Steam， 你知道 cut 呢啲嘢，你知道 jump kill， 你知道 manually 去改掉你前面嘅，你改掉前面啦，佢哋一做 disconnection 咧就一斷嘢嗰度。哦，那個是你接經驗對無成嘅，你講出就亂嘢。你講大人嘅命是寫好事嘅，你相信這個物件嘅。哦，咁命係寫好事嘅。命你注定啊。對，你愛改咧，你望做嗰啲儀咁佢咩寫法書啦，去做咧。exhaust 啲物件，佢改你命，因為冇需要嘅，等淡薄嘅細項嘅物件。講人嚟告訴自己，
being rewritten and rewritten 呢種。當你記得條名啦，你名就冇成啦。所以我成記我條名咯，係咯，就是迄陣時我 start 講，我特別嚟韓國，我冇嚟比賽，我特別嚟。你咪為我做咩數比賽冇嚟啦？因為我愛嚟嘛，我冇需要理由嘅嘛。我其實有一百個理由講我買嚟韓國咋，特別我愛嚟，近日一個理由就夠咧，我愛嚟就對了。所以我直念，伊講我你特別直念，你直接揸 Facebook 咗。即係我自帶三句話出嚟嘛。我 I must go to I want to go to Korea. I must go to Korea. I am going to Korea. 三句話咗。你講買便啲三句話。你 mantra 啦，你 mantra 都直接念。你講你無係對人冇做啩嘛？你又無去招係咪 devil 出嚟？但係你冇咗，你是 just 講自己嘅 faith 出嚟嗱咗。你自己嘅一個 intention 你講出嚟。哇！你自己 destiny。你自己 destiny。你講你直接講個 universe 本起航咧，伊對變咧。哦，一直啊 ，OK 啦，起啦嘛亂話了。你講落句係一個成嘅。半年，哇，快哦！我講半年就是大節咗。係你講下，係你係我上次講，我講冇用咗，我特別做跟韓國有關係嘅嘢 ，something to do with Korea 咗。所以我後面咁做咗 ，Korea 人嘅 gathering 下去 ，Korea 人叫我隨隻飛機，係你看到啲飛機電話都落嚟啊，都就 Korea 人唔捌來啊，搭下超，哇！做緊了跟韓國有關係嘅物件，我你特別啲 contribute 就對啦 ，contribute 啦，我睇到啲念，半年過後，我紅險彈咗一個 offer 咯。係你個未攞自己控制嘅物件，即係嗰陣時，你總之你特別真係 strong 就對啦。所以我就嚟俾我就好笑嘅，我俾講話你笑嘅。但係只係念啦，我咪就但係念，我未調咩標，冇看我調。我講，我每度都以為講，文澤成，你調咩標啦？你但係只念啦，你是唔是但係只 Q 條念想嘅物件先？唔是嗎？跟咩標有關係物件，你做冇本嘛？所以你未調咩標，你未怪話人嘅嘛？調咩標，人個冇俾個。你自己估，你話啦，你有。keep 掉俾哦 ，consistently keep 俾，係咧佢做緊 bad 有關係嘅，你冇嘛？我讀嚟啊！接本留言。阿龍，我會點啊？你冇講出嚟，唔就係細講嘅是關係日本嘅物件，你係講出嚟。我哋留意講啦。嚇，你講下，你使講誰啊？使就講啦，唔要緊，我而家未去嘅話咧，我做啲係at least comment 咯。at least 人個了，冇 at least 人啊。當時嗰啲看了咯。本來學嘅人誒個lu pray 好啊啫。嚟講。pray 好啊，先 pray 啫。伊按照講，你一個人講嘅就辣嘛，แล้ว掛了本來學嘅人自己講嘅辣個大嘛。講起我幾多啫 please。其實 Snapchat 嚟啊幾多？我冇估呀，估十字節呀。OK， 十字節呀。落嘢，嗱我 feeling 就專嘅佢嘅我成我同我講我 instinct 咧，我講 gut feeling 啦，我 look at Korea 嘅時候，你 already 你接到 already 哇，有可能咯，有可能已經便宜咧係咯，我唔知啦，我基本冇想就講我有機會嚟，有時講我唔是講搞到老嘢人，唔是講好料我到老嘢人，都人 director level 喺你冇想有成隻 ability， 我唔是我就普通嘅啫。你講 language skill 啦，特別邊咧學嘅裏邊嘅人，有一人咪是講佢那種嘅話冇咩特別嘅嘛，我冇感覺佢真係好料咋。特別即係你命啦，你特別你暑假就係物件，你特別真係爽咯，哇！真係暑假。所以我比較留意講，比較留意講啫。因為佢叫俾留意有啲有啲嚇，呢邊定去，特別唔知有聽到。特別一聽錄音唔是一聽嗎？係聽到，因為呢叫打波入邊，因為我講撈係咪嘢都會做嘅，撈攝落去會試話啦，撈係咪嘢會做。其實我冇想到俾過嚟咗，我冇想到咗，我冇想到咗，我是去過嚟佢又啦，我個紅險係就講調開，我愛做嘅事嚟過嚟嘛。伊甲我講嘅就講，迄陣時人紅險直接背，因為你講，你冇想到，你試啦，你有想去喺做乜嘢？咱特別話 block from the sky 啦，we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咯，是啊，我就會去行去札幌咯，後來就同我講，你係去咩所在札幌啊？後來我就想講，Czech Republic，即係你看到啊，
都計無估地期啊。哦，都計無估地期啊。好啦，我講OK，我講農曆，我講啥嚟呢？我講第二嚟我講物件啊。第二嚟我講我未去冇你冇講韓國。好啦，你講嗬，特別你唔是成日想去 US 嘛？愛去買去是你自己 control 嘅。哦 ，OK。所以 OK，咁日本，你一看到話，日本，你一世人去唔到日本，你講你去唔到日本嘅？喲。我就講，哎呀，怕死我冇得去日本哦，你冇拜啊？冇啦，因為對我嚟講，我唔是真正講，當嘅人講，冇去要緊嘅，我你人 still 是會話嘅嘛，未出話嘅嘛，冇去咪冇去咯，特別有得去是好啦，冇去咪算咯，係咯，接咗佢後，你講我係浪車咋？你講你浪車咧嗬，你嘅車係真係甜咋？特別你真係大數嘅咋？冇數，真係大數嘅咋？係真甜咋？係咯，接落嚟到8月幾啊，我就去 Korea 度，喺嗰度一個 business trip KL back 嘅一個 show 嘅。我去咗 Korea，我拄我 Korea 朋友咯。係咯，我講兩三禮拜前我拄到喺啲物件咩嘅。係咯，我朋友教我講佢就，我朋友對嚟講啊，你唔是要嚟 Korea 度係咩？我係咧，你當見到好嚟啊咯。你講到時候留去俾師話咧，你當見就會嚟了。你咪梗係大10年。對我，係當時我嗰時候就講，對我一來想要做俾啲物件，就是嚟 Korea 度嘛。有可能我 concentrate on 這類部分啊。可能成咧對唔對？一成了，我可能我 life 會變咗，對唔對？係咯，我大個咧話，我佢真係玩日本啊嘛，對唔對？Why not 咯？所以你所接落嚟講就是安怎行到我見咗咯。係咯，我係浪車度，特別我已經上未起這個數咗就，安掉我哋 Korea 對嚟，回記錄了，我係車咧嗬，是白地咱古早係一個聽眾朋友嘅厝嘅。有幾個咱節目嘅，加piano嘅，piano 嘅一個節目，我介紹好嘅，所以我車是白啲伊厝嘅，一禮拜嘅幾多，然後我去過嚟啦，我對嚟了，我買啲飛機電位，即 Uber 去厝咯，然後去架車，你講係你小啊，半暝三更11點幾了啊，而且我舊已經是9點幾10點喺度，然後我去駕車11點半咧就，然後講我未看到佢邊頂啦，講你未穿咩？講我啲飛機去 KL 困7點鐘啊嘛，講我你車放到吉隆坡會，我車放到吉隆坡，然後我冇問題啊，我有正事咧同佢講，你叫我出去困一暝先啦，咩就依家行啦，架車啦，你講我講我困啊，病起來啊。佢2點聲啫，第二早起佢天光咗，我自家暗暝換車係半暝，我換半暝車咧，講我咁個小細字啦嚇，你看就有出嚟會偏困咧，就休息咯，咪逼個機票。Anyway，你對個邊領6、7點半差不多嘛，對唔對？你明邊講3點鐘佢又對個邊領嘅嘛，冇需要嘛。OK，我咪換車，係啦，行緊落河咗，落真係大河咗，然後貴掉落，我整車咗，然後我車。所以未 control 嚟咗。我一到浪車就，迄時當時我真貴，安尼1年換車、20年換車裏邊第上嘅一道，我規定車是浪到伊 divide 啦，我規定車啲因為我啲 fast lane 嚟咗，啊，落大河咗，我一到掃到對去倒手邊了，浪到倒手邊嘅 divide 就規定車是 anti traffic 過來咗。然後我後尾啊，規定車後尾一卡出係翹起來，連落來咗。喲，真係響嘅咗。然後落咗大河，所以我旁邊就叫 plus 嘅人來咯。然後把我車去做，然後我後尾拖走整我協助應咯。然後你唔知講男仔就係個嚇人嘅，我唔知係正是假。一看到我成日講，你車裏邊有物件。特別你是後尾啦，你是有可能是馬後炮啊！看到我成日講，你車裏邊有物件，我看到物件。一浪車過後了，我去話咧，我照嚟時我甲紅友無管層咗。你話個時候，我個時候就講條河，伊講我係浪車嚟咯。然後我開成故事冇數到隻咗。我
我佢哋當時冇數，特別我車真係響咗，佢知道我車少啲3個月之咗。哦，哇！所以所以我變咗是我車上時，伊講嘅物嘢咗，所以迄當時就是我真係 strong 咯講，啊你度慘了啦，我冇驚我命未使了，就俾佢換車命了，แล้ว我無賴行到未使了，我點病了？伊講到面個咧，慢慢一行來掉啊，所以就會感覺掉點聲掉。又講我唔記理咗，即係陰曬人講嘅物件個咯，轉咗咗。我老實講，我估冇去介意話咧，我有嘢就識留回事嘅咗，所以。我愛嘅話，我就會大又做，細又做，唔係人嘅，正經嘅 legally 嘅，所以我就辦法咯。佢計我前面了，然後我換password就，我連我哋email 嘅password我嘅走去換嘅了就，你咪變嘛？換password了嚇，然後我走去換 Uber 就，特別我換 Uber 時，我車少啲貴後嘅數了，我車少啲夠嚟啦，冇3個月，2個月啊，差不多我3個月嘅9個月、10個月、加11個月頭嘅人。我繼續車了，我嗰時我成 register 做 Uber 就 register 了，然後繼續車了，我就叫換 Uber 就，我叫換 Uber 了，後面我做唔做換 Uber？我講，人哋我未改我名，我未嚟 Korea，但係你叫我車啦，我做唔做換 Uber 啊？我唔講晒隻名啦。哦，變咗我 mindset 真係 strong 就，我是 concentrated 就，我就是愛嚟 Korea，為咗嚟 Korea，我真係 focus 咗，係啦，我估就係 Korea 人就。แล้วโคเรียหลังตอนที่เป็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อุดังสิยังคิดไปกี่เดียวยังผู้สิยังอุบะเนี่ยยังอุเล่สิอีโน่housewife 啊冇話似係อุเล่啦แล้วยังอุสุยหลังใจปุ่นเนี่ยยัง冇識攞吧แล้วกูเบียร์ก็冇話對唔對แล้วสอง就講誒好似你 Uber 就會有講韓國話所以我變咗我自己係 personal call 嚟咗你講咩仔嘅就可以度咯咩仔嘅就可以度就可以見啦變咗韓國人上線話咗又變咗講就我係 local 嘅 friend 啦上線話而就，所以喂，其實仔驚去學堂，係咯。我一隻是冇病冇就，我其實仔同你見得去學堂嘅，係嘅，人哋上線話就，係咯，就嚟就嚟，人仔講我係做咩？人仔講我係去 Korea 嘛，講我有機會，我係學到仔嚟咧，係咯，人介紹朋友學話乜咯，係咯，我諗我有嘢乜掉，我諗有嘢乜掉人咯，我諗我有嘢嚟 Korea 嘅。Oh my god！即係有你自己 plot out，你自己 pass 呢？你使我教同嘅，我總是未上線嘅啫。我當時我行啲記錄邊，我行啲數嘅記錄邊，我想，哇！安怎會嚟到這邊嘅啊？即係你自己，你講落嚟，即係你自己講落嚟啊！你使人講學，哇！你啲 Korea 你真慘嘅咯，人做工啊、OT 啊、一大堆啊、真派面啊，一大堆。特別對我嚟講，我冇感覺到慘咯。即係就是我愛面嘢，就我嚟講啦。主要對我嚟講，下面嘅本是 positive 嘅同驗。我變咗時冇 complain 咗，人做人話狼話嘅咯，我可能悄悄講下邊見 sorry 係，我變咗時我未起行嚟咗，我真係凊彩嚟咗啲，安尼艱苦，安尼冇可能日本發生嘢啊！佢是因為我厝裏邊有鬼，所以我就想掉啦，我厝裏邊就鬼，呢唔是閒話嚟㗎，佢是因為有意啦，一幫助我開咗隻門係話咗，哇，有可能啊！有時我嚟啦，我連啲隻打表都傳嚟咯。我唔知講以前要落啲特表嚟邊度。哦。所以我哋特表會傳嚟咯，所以講都未留啲邊，你都對我嚟啦。哦。佢佢都對我嚟啦，所以有可能伊對我嚟掉嚟了啦，我唔制啦。哦。安尼講咯。都有可能伊落啲啲嚟北京嚟邊，我都唔制啦。我使做一個故事啊，咁樣叫咧所當牽涉一個另外一個阿龍嘅貴件叫做。有趣味咯，我suka咯，一個suka positive ending。所我仲要俾話你撳走嗰時，2禮拜佢out，嗱佢30號，就佢出咁15分嘅飛機，數飛機到叫哪裡得？誒，我講聽，你就很高，你有機會嚇，你夾埋些小話就報上啲邊啲福建嘅朋友。而家我就我去到日本嘅話啦，就是講話我係 course 㗎啦冇咗咯。佢到時。伊講就講我未去到，我唔啱去過日本嘅話咧 ，fine， 我佢哋嚟冇上啦，我就盡量歡喜啊。你夾條小英到底翕哪裡打到底後尾夾條小日本嘅 anything 啊？你翕到你夾好，我就翕條小英，我 Snapchat 一條，阿佬嚟個日本咧，東京咧，我跟你乜嘢？你好，我講啊，你當今人無明白過啦，我幫到啲邊啲學嘅 website 到啲 邊啲學嘅 Facebook 會幫你小英。แล้วเรา唔知係咪意思個，อันเดียวยัง聽一隻 episode，
應該係明白。即係咪講這個鬼故事是，咱頭先都講到人哋歡喜嘅鬼故事。了這鬼故事係，個 positive 嚟到係鬼。伊個 promotion 係，伊個 poster 啊，成個係幾時攞 poster 係，是你到底教日本嘅是翕嘅時候。我唔知，我其實我應該是啲日本一個房間位，但係有一個查某囡仔。你阿妹位，你阿妹後邊有一頭一條啊！拜，你小驚咧！你小驚，喲 ，OK， 所以唔知是唔是以後日本名牌睇先，伊咪可去日本咧？我唔知啊。我唔知咯。特別我最後一個 message 是講嗬，這世界變啊嘛，我去到了，學你嘅 ，because 話你乜過去嘅物件你別變咧就，我去到了，我去改掉伊咯。你改掉佢玩嘅咯。調本好我冇成日都當晚你講嘅話，冇你個時候調講做咩事？伊講你別記得日本是因為唔是因為伊是學日本並排死嘅，所以伊話曬調冇暑假日本。有可能啦，我唔知啦。特別六週歲就冇見他都嚟嘅時候，學習。係咯，佢哋咁想，一時咁仔都嚟仔，你對。阿龍啊，到了頭出邊啊。太好嚟。Look，咁樣講未去日本啊。Is another possibility has not 冇關係㗎的，就係就冇見啦，佢到底你處嘅啦。Another possibility 就是你嘅 past life。有可能嗬。有可能，但係你講你嘅故事㗎了啊。你講成。但係你講你嘅故事㗎了啊。Yes， 有。人生出來嘅時，人嘅冊，人嘅名 already 寫了，係咧都是我用阿摩啦 ，because 我 understand in terms of 阿摩啦，係咧都是 heaven's will。特別咧，你嘅名咧，你 still 會換嘅，成個你當啊，你講嘅物件啦，你換咧都是叫 human will， 你家己愛換嘅。So， 有大人 OK， 上個你生出來嘅時，你嘅冊咧，都是 actually 有3本冊。But anyway，so， 你生出來，你嘅故事，你寫 all these things，so 你生出來 that is 你嘅 life story。特別咧，你愛換咧，你會換，你家己會換。上個頭先我講嘅 example is。Let's say 這個人生出來咧，就是 supposed to be 真正好了嘅，真正in the end will be 真正 successful，maybe 有公司或蝦米，特別伊個命 in the end 咧，就是伊死到 when this person is expected to die，so 你換咧 is completely 咪做咪行喺你路行八條路，必須什麼你講嘅咯，係咧就是 human will 咯。特別有大項咧 cautionary note 咧，就是有大項啦愛記嘅，唔是 we are not fated to have it。特別 if 人嘅愛去記喺啲物件咧 ，we will lose something in return。小換你講？小換 yes，because there is always a balance。安怎好本好伊定定有 balance，所以你看到一個物件你愛。Look anything 啦 ，OK， 真係 abstract， 你看迄個物件，你愛行 ，so when 你行 the process 是你安怎行，你用歹空頭行，或你用好空頭行，所以看你安怎行。然後你行了嘅時咧，once 你行談了嘅時咧，你家己 what you are fated to have in that book， 你無去，伊 exchange 嘅，伊換。係咧，就是 based on 我家己我understand 啦。我會嘗試講，有時我是用好空頭行，我愛嘅㗎啦，有咯。誒，了OK，你有見到介紹應好啊？你 Snapchat 頭先教你。OK，咱對 Snapchat 咧，有即係告訴咧，特別咪 miss 掉佢即係本來學見嘅告訴咧，咱特別別使 miss 掉人本來學見 Snapchat 咯。你知啊？過來啊！呀，頭先我會記啊，有人講放佛經啊，放到手度啊。
你辦福建，你 depends on scenario。有大咧，你辦福建，你手到，你 expect that the person is rebirth，tapi 有大咧未 rebirth 嘅 ，because it maybe there are other conditions。然後有大咧，你辦福建咧 ，they will think that 迄個物件啦，到底厝。They will think that 哇，你會趕我走啊！對啦，就是阿龍就是驚咧喊。對啊，伊就是講，有大咧咧，就是無 effect， so it depends on case。即個物件，the factor is，人目睭看袂到 ，so that is why 人唔知人嘅 effect， 人做人未看的，你看到 input，because 係你人做嘅物件，但係 output 人看袂到 ，because 人目睭看袂到嘛。Yeah, oh my God， 趣味啊！再告訴所有人特別，那是講是啊，這個天不會。呀，John，嚇，迄個就是 human will， tapi 有大咧會假咧，就是去假迄個三本冊，迄個就是百里來啦。了嗰一個會假咧，就是去求。哦。Keep lead to heaven。求什麼？去求你換你命咯。你拜下面人講。家己講拜去求。哦。誒，韓國嘅物件你學教嘅你去，所以上個我就是道威/ Buddhist， 所以道威/ Buddhist 上個人普通 Chinese 嘅伊人就是去 temple 去求咯。哦。But of course 個八條路咧，就是你。去做唔好。這個我唔敢講到啲，這個咧就是我咪講實際啦。特別你會去加入喺你三本冊。你免講我唔知你講咩。你唔是用 human will 去加載哦。哦，有時講我知啊，你是咪講你嚇？這個前兩天嗰個 knowledge， 所以。你唔是用你家己 human will 去加。攞你阿漢啊，我攞你唔是去上家去拜人講，你去甲迄個人講求。所以特別咧 is not 即個攞條路誒唔是，特別你會我咪講實際啲，你會 actually 去看你迄個三本冊，你會換。特別 be very careful 即個物件。Because 你換嘅時有 consequences。OK，這禮拜咯，講個一明星，我真係歡喜阿龍，這禮拜來甲人講伊個經驗。誒，我聽這個 second part of it， 你捌甲人講過是，你這個講囡仔看到 monster 係你，了接落來是人佢講嘛？嚇？阿咪講？呢是邊咧嘛？我家早龍講嘅。嚇，少。這不是邊咧？我剛剛相信演出來。哦，OK，我冇聽到啫。特別你嚇了好似你咁對那時，如果只頭先講時候，你接來時候未講那個，所以你就對聽一個講一站，喲。我覺得你想到啦，聽當時講是 monster 呀，迄個囡仔我都三歲嚟咗。迄個三歲幾囡仔冇可能講偏話嘛，冇地冇數對唔對？伊講迄個 monster 是一個查某囡仔嚟咗。所以變咗是接落嚟大人講咩嘅啦，我相信嘅咯，嘢咯。誒，連囡仔本講是查某囡仔咯。少。好咧啊！伊講伊無頭毛誒。我講過，伊講 monster， 伊講is a monster is a boy is a girl， 你講 is a girl， แล้ว講無頭毛講 no hair。冇可能，一條針嘢一講伊無頭毛，แล้ว佢就古靈。我掛就冇小腳哇！哦，伊見到伊暗暝時啊，係啦，對啦，就是叫做暗暝時，我都冇驚。哎呦，你聽到咁啊 ？OK， 你做咩到對去聽回去啊？伊查某囡仔啊，伊頭冇一角嘢。伊頭，
OK，人特別都對去聽，那是冇聽到嘅很屌嘅人。OK，然後這禮拜啊，那做老妹，我是這個呢。然後係老師你咪看幾人都對我 Snapchat 咯，顧着來。老早嘛，我看時間個攏 hang out 咋，我這個只個錄音一道。我到啲 Snapchat 是我通聽人講話，通看人食面。OK，就大聲啊！然後禮拜跟你講嘅我都冇驚。然後，但係時你冇，唔知你冇試過係就殺時我就殺條靠，我係靠摸檔，我想好似阿仔看落去唔是咧，不行。你見到頭冇？呀，忙啦！那會 maybe 是一條掛起啊，係一個筆。係背嚟。唔，你成阿莫丹呢？阿莫丹嘅出面啊，莫丹啊！我係 T-shirt 剛剛冇 claim 過，我買好嘢。真古啊嘛！真古啊！剛剛 sorry expire 啦，啲 offer。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禮拜咧特別嘅面就是開車咯，反正個來然後阿涵有幾名啊？抱歉啊，我不要記名。然後個這裡大粒頭咯 ，then 個有人嘅大頭嘅，大頭嘅阿龍，講嘢告訴，然後路人那是大頭。大頭講啊嘛，แล้ว阿龍教日本嘅時間介紹好玩，可能是講讓已經看到阿龍嘅效應了呢，讓唔知係咪事呢，當聽這禮拜嘅故事都明白啊！哇，人嘅這個阿龍想啲得咯，阿未辦過，我就講我帶 travel 嘅，我當機。我特別你特別 break 好啊，好啊，有通去，6月30號，早起7:45分嘅飛機。OK。6月30嚇，6月30已經到啲馬來西亞咯。對，是咯，你馬來西亞嘛嚇？啊，所以你幾好啊？是我很是 boss。好，哇，那未傾著啫。傾著啫，要啉沙雞。日本佬有地無咧，啉沙雞食沙爹。啊，日本佬有有地無？日本佬伊啊，6月30實是斷咯。啊，我叫隨啊，對啊。哦，OK，你個同啲。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希望讓禮拜個在都對嚟收聽邊咧學嘅嘅節目，當見講嘅一邊性啦嚇，望小驚嚇 ，OK 吧，我自己驚嘅，攏早起住吧，拜拜。